英格兰骹球超级联赛冠军队利物浦伫咧市区游街庆祝，所有一台车撞过来，害47个人受伤。驾驶是一个53岁英国人，初步判断毋是恐怖主义的行动。救护车无用在出入事故的现场，真侪人拢因为汽车撞甲遮尔大力受重伤，嫌犯已经被逮捕。英格兰骹球超级联赛的冠军队利物浦游街庆祝，一直看到超乎状况的球迷讲，迄当阵代志发生甲真紧，会使讲是一听到连续浪的声音，就随看到有人红弄飞，有的人红搞过，阁有人红滚入车底。The car stopped at the scene, and a 53-year-old white British man from the Liverpool area was arrested. We believe him to be the driver of the vehicle. 另外一个嘛，伫咧现场的球迷是好佳哉无代志，伊表示讲车驶起的人行道对伊冲过来，闪过伊的边仔，煞对建筑迄边真紧弄过去，真侪人闪开，但是嘛看到车竟然搁在加速，当局当地调查嘛，呼吁卖伫社群媒体乌白传消息。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at we believe this to be an isolated incident, and we are not currently looking for anyone else in relation to it. The incident is not being treated as terrorism. 英超的历史已经真久的利物浦，一个月前有4场比赛状况之下，就以积分的第1名锁定冠军。落尾嘛达成目标，日落伫市区游行庆功，路线15公里，几十万的球迷参加，规条路人拢叉。球队已经等35年，总算会当大庆祝，却拄到汽车的冲浪。2020年利物浦等30年，总算甲第1个英超冠军摕到，但迄当中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大家是无法度做伙好好庆祝。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